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9月8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自以为是的危险。要读耶利米书49章1到39节。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你的傲慢欺骗了你，其实你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令人畏惧。即使你住在山峰上的峭壁，即使你像老鹰在高处筑巢，上主也要把你拉下来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耶利米书49章16节。经文在描述对亚门的预言，上帝将要毁灭亚门，但是后来他们要归回。接着对以东的预言，上帝也要使敌人来毁灭以东。紧接着对叙利亚的预言，上帝要将使敌人毁灭大马士革。然而对基达和夏所诸国的预言，上帝要使巴比伦王征服毁灭这些国家。而最后对以兰的预言，上帝要毁灭以兰人，但事后上帝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。经文以针对亚门的控诉来揭开序幕。亚门原来的意思是部落的，居住在外约旦的民族，是罗德的儿子便雅悯的后代。他们素来贪婪，常侵占别人的土地，尤其是与约旦外区的但族、迦得族和马拿西族为了亚伯河南北之地相争。他们敬拜马勒堪，又称为米勒公，就是旧约所说的摩洛。亚门强行霸占了原属迦得支派的土地，这是可耻的行为。因此上帝要向他们追讨他们的责任。当宣告审判后，百姓就要进入到哀伤期。然而经文的结束却有着180度的转变，因为在审判的延迟过后，从上帝那里传来的是救赎和更生的信息。接着是向以东宣告判词，在7到22节里面有描述这过程。传统中的以东是以智慧见称，若是如此，他们应该有明智之举，赶快逃命，因为上帝的追讨即将临到。他们的下场有如摘葡萄的和盗贼一样。上帝要从列国中招聚人手来攻击以东，到时候不论以东是如何强大有智慧，必定要败亡。这段经文是否让你坐立不安呢？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内容有着强烈的末世味道，像是真正的末世预告一样。上帝来施行这样末世的审判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亚门和以东的毛病都是骄傲自大，他们向神自高自大，且要摆脱上帝的掌管，所以上帝要审判和追讨的正是这个罪。在预言亚门和以东的结局之后，先知又转向其他的民族，宣告上帝对他们的审判，包括从北面的叙利亚逐渐移向迦南的东面，位于阿拉伯沙漠的基达和夏所。整个圣经的世界，当时候的对耶利米的那时代以及读者而言，对他们是好像一个全世界一样，都包括在上帝的审判当中。因此上帝要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他是以色列的神，
他也是天下万国的神。所以在当时多神的地狱当中，这样的宣告是何等的大胆。尤其耶和华只是一位弱小的犹大国所敬拜的神，更何况犹大他本身已经濒临灭亡了，而这些国家都曾经是以色列人的敌人。上帝也借着他们的手审判以色列，然而他们只不过是上帝使用的工具。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上帝因着公义审判选民，也必因公义审判这些恶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你觉得被恶人欺负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只是上帝炼尽你的工具。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心生抱怨。我们只管学习如何谦卑顺服主的心意。另外，以这些国家的自以为是作为我们人生的借鉴。默想，如果你是亚门，你是以东，你是叙利亚，你是这些描述的国家，他们面对的结局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赞美你，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不以我所拥有的就骄傲、贪心或自欺，帮助我如同孤儿寡妇一样，无所依靠地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面，寻求你的帮助，寻求你的怜悯，并让我们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